官方公布舊年年底博企員工嘅平均薪酬有26,890蚊，升咗6.3%，而可觀就升咗2.9%，有21,470蚊。咁有員工就問我啦，佢哋實際上面冇加咁多喎，點解會存在咁大嘅差距呢？咁我個人分析，舊年6間博企咧係有加人工嘅，咁升幅大概係喺2.5%左右，的確咧係冇統計結果咁多。而呢個情況咧，相信係由於舊年咧有唔少員工經常要加班加點，令到佢哋嘅收入增加，所以推高咗整體嘅平均薪酬。但係除咗人工之外，合理嘅工作強度同埋休息權咧，亦都係好重要。有好多員工同我講，近年嚟由於公司人手不足，更換電子設備，令到員工壓力山大，同時又加強咗對員工嘅監管同埋工作嘅強度。有員工反映，甚至去洗手間都受到限制，出現職安健嘅問題，同埋擔心會被簽警告信，甚至冇咗份工。我要強調嘅係，人始終唔係機器，所以喺度亦都呼籲博企希望能夠更好地去關心員工嘅壓力，了解佢哋嘅困難，為員工提供一個良好嘅工作環境，相信能夠提升佢哋嘅士氣，做好服務嘅工作。